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去找阿嬷镜镜，对阿嬷遐转来时，有一寡人咧烧饭的时，就爱讲，唔通搁逼我啦，无我啥物拢做会出来哦。我足好奇呢，如果这个时阵叫伊现场做一盘糖醋排骨，唔知影伊有才调做会出来袂？啊，咱要结婚的代志，恁妈妈敢有讲啥？聘金50万，车爱登记我的名，厝爱过户互我，啊，蒙牌买无？阮啊起你的名呢？就看会到这边有一个溜滑梯，不过到底会通去到倒呢？咱即马就来试看卖咧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影片，请分享一支，顺刷定爱看。就前面咪把它按时来点准时好本影片，刷。等下，卖总部，唔通我袂来，恁唔通我过来哦。歹势啊！唔过你爱这个是较真假，需要隔离。肝若歹，人生是黑白的；肝若好。